靈情詩語哥林多前書16章5至12節，盡己力建立人。我要從馬其頓經過，既經過了，就要到你們那裏去，或者和你們同住幾時，或者也過冬。無論我往哪裏去，你們就可以給我送行。我如今不願意路過見你們，主若許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。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，直等到五旬節，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，並且反對的人也多。若是提摩太來到，你們要留心，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怕，因為他勞力作主的工，像我一樣。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藐視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前行，叫他到我這裏來。因我指望他和弟兄們同來。至於兄弟阿波羅，我再三的勸他同弟兄們到你們那裏去，但這時他決不願意去。幾時有了機會，他必去。之前保羅勸導哥林多教會要捐獻俾耶路撒冷教會，而家佢轉入另一個話題，就係佢嘅計劃行程。保羅本來想探望佢哋，同佢哋相交，但如今不能成行。5至7節，保羅到哥林多教會打算。保羅最先嘅計劃就係由以弗所向北，然後往西到達馬其頓省。呢度有腓立比、帖撒羅尼迦同比利加教會。馬其頓係喺哥林多嘅北面。保羅嘅計劃係往南去到哥林多。保羅後來改變計劃，直接往哥林多，但後來佢又依從舊有嘅計劃去咗馬其頓，然後去哥林多。佢想喺嗰度過冬，並且一直同佢哋一同往耶路撒冷去。若果唔能夠，都可以佢哋送行。呢度證明保羅十分想念哥林多嘅信徒。8至9節，保羅還有福音事工一啲改變。保羅要往哥林多嘅計劃暫時要延遲，因為喺以弗所嗰度有好多傳福音嘅機會。佢喺嗰度一直到五旬節，呢個係猶太人一個好重要嘅節日。身為猶太人嘅保羅都非常重視呢個節期，聚集嘅人眾多，福音嘅機會就更多啦，因此反對勢力就越大，呢個係必然嘅事實。11至12節，保羅舉薦提摩太去，希望佢哋接待。為咗能夠更適切牧養同了解哥林多教會嘅情況，保羅差派佢嘅屬靈兒子提摩太去哥林多教會。提摩太呢個時候仲年輕，侍奉嘅經驗都唔足夠，但佢勤奮侍奉，好似保羅一樣。所以保羅提醒教會唔好藐視提摩太，都俾佢平安咁同教會嘅代表一同離開。其實保羅打算邀請口才同智慧充足嘅阿波羅去，但係阿波羅拒絕咗，希望佢以後願意嚟哥林多啦。保羅喺呢度流露出佢好深嘅牧者情，喺緊絕嘅時間仍然想去探望佢所建立嘅教會，雖然自己唔能夠去，都提及佢嘅屬靈兒子提摩太去探望哥林多。呢個對提摩太嚟講係一個屬靈嘅挑戰。阿波羅嘅才智係最適合牧養哥林多教會嘅。保羅多次勸阿波羅去，阿波羅都拒絕咗。保羅好尊重同工嘅決定，為咗叫提摩太得好處，佢好坦誠咁向哥林多教會講明，要求佢哋要善待提摩太。呢段經文對我哋嘅提醒，第一，我哋要有對肢體有牧者心嘅情懷。牧者心唔係規範於傳道人，
每個人都應該有。第二，樂於提拔人去侍奉。第三，坦誠咁對人提醒。第四，為咗別人嘅好處，多作勸說嘅功夫。第五，尊重別人嘅決定，如果呢啲唔係真理嘅問題嘅話。第六，常常掛念別人屬靈嘅需要。親愛天父，我哋每個人都應當有保羅嗰種牧者心，為咗別人嘅好處，盡自己嘅力去幫助其他人成長。求主幫助我哋，都要以建立別人為一生嘅己任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我哋點樣效法保羅，關心同重視與肢體嘅關係呢？第二，我哋係咪能夠保持以牧者嘅心去關懷同支持肢體呢？第三，我哋點樣為教會嘅傳承嚟禱告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